大家好，按照我多年学习语言的经验，动词的变位是我们学习外语会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点。如果你要学好一门外语的话，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基本动词的变位。之前花在学习法语的动词变位就花了很长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常见的单词。我们今天要学到的几个索马里语单词呢，可以称为是它的词根，是它的单数祈使形式 （singular imperative form），它用于表达你的请求、你的命令。比如说 ra 就表示跟随、跟着、陪着。第二个 sud 表示悬挂、挂。dal 出身身 ipso 买 gel 爱 kudal 家 uyed 叫这几个单词都是非常有用的单词，我们需要牢牢的掌握它。之后如果要进行更加复杂的变位的话，都是在这个单词的基础之上。好，谢谢收看，记得感兴趣的话先收藏，可以慢慢去学，再见。